今日是到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吼，第13节、9节，吼。啊，毋过吼，咱来为第4章开始吼，一寡说明吼。第4章保罗是咧讲传讲吼，甲遮格林多教会人讲，因传基督耶稣成做主，啊因有拄着足大的困难，啊甲灾害困着，吼。所以伫第8章的时阵，因着讲因，吼。第8章的时阵，第8节的时阵，因着讲因拄着凡事，拄着患难，啊受着足大的为难，啊嘛拄着困着，啊嘛去互拍倒，吼。拍甲倒伫涂骹，啊，毋过虽然拄着患难，毋过无困迫，吼，不会被困住，吼。啊，虽然受着为难，吼，啊，毋过无绝望，受着迫害，无互上帝气杀。啊，虽然互拍倒伫地，啊，毋过无至到死亡。这是因咧讲，因虽然有受到大大的困难甲危险，啊，毋过嘛上时共一个时阵得到大大的稳定吼。所以因描写保罗讲，哪亲像迄个宝贝放伫因遮陶做的器具吼，陶做的叫瓦器吼，陶做的器具就是讲上帝的大气力伫因的性命内面。互因会当虽然有遐尼济困难，啊，毋过满满的稳定吼，亲像迄个宝贝放伫瓦器吼陶做的器具内面共款。所以保罗特别鼓励在格林多教会的信徒，讲咱的信心，伊讲咱的信心是对同一个圣性来的吼，咱的信心是对同一个圣性的来，已经。进入咱今日的13节啦，吼，就是讲，总是阮已经有这个信的神吼，有这个信的圣灵，吼，所以讲我信，所以有讲，这个是引用诗篇第116篇第10节，吼。伫诗篇迄个所在嘛是咧，迄个诗里嘛是咧讲伊受到大大的困难，啊，毋过伊有得到上帝稳定了后，伊讲我信。吼，所以我要宣扬吼，我要甲即个上帝宣扬出来。我信，故我说话。吼，我信，所以我有讲。吼，啊，要讲啥物话？伊讲保罗甲遮个格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有一个足大的愿望的提醒，也是鼓励。伊讲是即位圣神，互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啊。共一个圣神，嘛互阮吼，就是保罗甲伊的同工，嘛互阮甲耶稣基督做伙搁我。啊，即马共一个圣神，嘛要互恁甲阮会当同齐徛伫主耶稣基督面头前，吼，就是伊用共一位圣神，甲遮人拢结连做伙，包括保罗啊，遮团的人啊，甲。受的人吼，就是格林多教会遮的人，啊，甲耶稣基督拢牵做伙。啊，伊上第15节讲到一句话，吼，伊讲遮一切所做的遮一切，拢是为着恁的利益，吼，是让你们得到益处。啊，毋望人会当有感谢上帝的心，来感谢即个上帝。glory 的眼光，吼，所以你看保罗咧讲遮的话，遮鼓励的时阵吼，就把我们常常咱一般咧想象迄种概念拢讲出来，吼，就是遮一切上帝所引出来有2个重点，或者属伫上帝百姓、上帝国的百姓去做的有2点，就是要互人得到利益。啊，互上帝啊呐，
得到阳光。吼，这是基督徒伫即个世间爱放伫这头前的 priority 的优序去思考的。吼，就是讲一个信用的群体，咱诚做一个信用的群体，咱所做、所想、所表现的两个方向，吼，一个是互人得到利益，另外是互上帝得到称赞。所以正理第16节，伊讲阮无睿智，吼，阮无睿智。虽然外在人认识，虽然阮的外体败坏，吼，啊，毋过阮的内心日日换新，吼。星期五，拜五。拜五下晡有一个熟识足久的兄弟，甲我讲因教会即马无牧师，啊有一个会友的表弟发生一个问题，毋茫我会当去甲探访一下。我讲哦好啊，我去对。他说是中和，我咧想讲哇，中和就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对吧？啊，刚才伊要来甲我载，哦好，啊你甲我载去中和，结果他也是路痴，哦。啊，阮两个人就等下说，找拢无吼。好，啊，即马探访了啊，要去伊停车的所在吼。有，只找错一层吼，第二层就找到了吼。啊，底下要找错了，然后要去坐电梯去对的那一层的时阵吼，有一个矮墙。好，围着电梯跟停车的所在，矮墙的差不多到我的腰遐悬尔啦吼，一个矮墙。啊，我毋知咧想啥，我讲，来给他心里在，我心里在想讲，给他跳过去安尼。好，我就很潇洒的跑2步，然后扶一下就给他翻过去吼。我的想象就是我翻过去了吼，啊，毋过实际上咧。摔一个无片哇，然后就倒在地上，想说哦，还扭到脚啊。我讲奇怪，他怎么会没过去？哦，原来我是用我20年前的想象去跳哈啊，结果忘记我的怎么样？忘记什么？啊，我靠啊那，我外在的人啊，日渐朽坏哦，唉。实在是吼，即马年岁愈大吼，拢袂当去做迄个演过会当做的代志吼，当然较细腻，好无？吼，有当时想讲，迄楼梯吼，要甲2层做1层安尼爬吼，哇，都变过安尼，真是的吼，这个完全做了解迄个保罗所讲的吼，伊讲。啊，迄个，阮的外体虽然败坏，啊，毋过阮的内心日日换新。前面那一句有啦吼，可是内在的人有没有日日更新啊？有没有啦？各位兄弟有无啦？有吼，是吗？是安怎会当安尼讲吼？是安怎保罗会当来讲？咱看后面吼，伊讲，因为阮目年久吼，就是一转眼哈，目年久，轻轻的艰苦是要甲阮正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吼啊，做歹念的，啊毋过吼用华语也写出来，真简单，就是讲吼，阮所受的苦楚是啥物货？两项是短暂的，啊是安那轻的。啊，这个苦楚要甲我成就的是啥物货？他要成就的是，相对于短暂，伊是永远的。啊，是安怎？个极重的吼，是永远且极重的。所以最后伊做一个结论。所以伊讲阮所看的，吼，阮毋是，来我念台语吼，阮所看。
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无要紧，恁听无我的台语，会当看遮。阮毋是看迄个会当看见的，阮是要看袂当看见的。会当看见的是暂时的，袂当看见的是永远。保罗是咧讲啥物话？就是说，虽然因的肉体，外在的肉体渐渐的衰败，这是会当看见的。啊，毋过因有一个愿望，因知影，迄所袂当看见的是更较久长，是永远的，更较重要。到底是咧讲啥？就是讲，保罗甲伊的同工虽然受到遐尼大的困难、困窘，毋过因心内有一个大大的愿望。各位兄弟，我今日要用这个经文，甲咱讨论一个莫特曼德国的神学家在讲的盼望神学，完全可以解释咱今日经文所讲的一切。是安怎？保罗甲伊的同工受到遐尼大的痛苦，为着要传主耶稣基督是主，要甲这犹太人显明讲，恁在天后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因会受遐尼大的困窘，遐尼大的困难，甚至去互拍到要死，因是安怎会当无睿智？是安怎会当无失去因的愿望？莫特曼的盼望神学是对，嘛是对这个所在，跟因都后书好多念的迄四句阮毋是看到所会看见的，是看到袂看见的迄四句，也阁有罗马书第15章，迄个愿望的上帝，想使人有愿望。伊的盼望神学是咧对抗什么？各位兄弟，咱来思考一下。下面有一点点困难，可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咱来思考一下。一般咱的概念的印象在讲到因果的观念的时阵，我们会很容易去认为是过去掌握的主宰性，对不？就是讲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你现在得到瓜，是因为什么？过去什么？种瓜，你有一个因，你现在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果？所以你的现在是过去决定的，有了解不？你们这什么脸啊？我这样讲有没有听懂啦？有吼，我这无对我的台语愈来愈无信心嘛吼。好，就是讲，咱一般伫世上咱的概念是讲，过去会决定现在。咱即卖有这款，我们的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呈现，是因为过去咱做一寡决定，所以递到咱即卖现在是安尼。这个不是太困难明白吧？是不是？毋过，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归纳，就是讲过去是有优先性的，过去可以决定现在，然后咱的现在决定什么？未来，对不对？那个方向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好，咱的过去做啥物代志，咱的现在有啥物结果？咱即马现在若要做啥物决定，会影响到咱的未来。毋过有一个莫特曼之前有一个叫做布洛赫伊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有一点吊诡的所在的是犹太人要当无神论者是很奇怪的因为上帝在因的迄个这个民族文化里面根本已经是根植在文化里面所以虽然他们说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会有一点上帝的概念在他们里面。这个布洛赫伊是一个无神论者犹太人，他
提出了一个盼望哲学哦。莫特曼是在跟他的很多的对话了后，莫特曼他自己另外提出一个盼望神学，因为盖神的所在哈，有很像的地方，可是有关键不一样的地方。咱等一下会讨论到，什么叫做盼望哲学？这个人吼，布洛赫认为五芒是上大。伊讲有五芒的所在，就有宗教。毋过有宗教的所在，无一定有五芒吼。伊看五芒是上大的吼。伊要安怎去甲？他都讲过，我们一般人是过去是优先性对不？好，他怎么解释哈？来看一下哦。他说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排列哈。过去是已经发生的现实，就是已经发生的代志啊，对不？好，现在嘞是在一个可能的实现中，好，未来嘞是正在实现中的可能啊。听知你讲啥无？无要紧，用英文较简单。伊讲过去是 reality， 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哈，现在是 in process， 是在进行中，未来嘞是可能是 possibility， 好，你得看过去、现在、未来，下一个表就更重要的哦，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哦。过去、现在、未来，伊要安怎解释过去？伊认为讲过去就是更早的过去的将来啊，从现在来讲比较清楚了哈。现在就是过去的将来，这样有没有听懂？现在就是那个过去的将来，有没有？好，那如果过去呢，就是更早的过去的将来，你有了解不？那未来呢？未来就是现在的将来，这样有没有听懂？他干嘛这样做？以要把所有都变成将来，三个都要变成将来，有听懂吗？好，就是未来那个将来就是现在的将来，那最简单，对不对？他说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是过去那个时候的将来，你知不？那过去是在更过去的那个过去的将来，这样可以吗？可以吧？好如果连接刚刚那个表，过去就是已经实现的将来，现在嘞，正在实践的什么将来，未来嘞，即将实践的将来，有没有搞清楚啊？他要把所有这三个都换成将来，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论述来注意听，这样线画出来就比较看得清楚了就是已经实现的将来跟正在实现的将来就是现在，跟即将实现的将来这是未来，可以哟呼，没问题好，来，真正的盼望哲学的意思是在讲什么？等咱咧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时候，表面上是过去决定现在，对不？过去做一件代志，咱即马得到一个结果啊。不过事实上，咱大家问一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你那个过去要种豆？因为你过去种了豆，所以现在得豆，对不对？是不是啦？好，那我们现在跑去过去，咱在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种豆？就是过去的时候，想要在将来得到什么会豆，所以我们会在过去的时候种什么豆。所以到底是过去决定将来，还是将来决定过去？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布洛赫头前面跟你讲什么 reality in process 跟 possibility 了伊要跟你讲一个概念，就是讲
当你伫过去迄个所在，去年现在几月？6月。你在去年6月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什么？豆，所以你就说好，因为我明年6月我要吃豆，所以我现在怎么样？种豆。所以那个种豆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将来想要得到豆，所以你那个时候过去那个时阵是被将来决定的，有听懂吗？有无？好，所以你在过去的时候就真的种了豆了，所以现在呢，你就怎么样？就得豆了。所以是将来，所以是将来是决定现在的。好，咱莫讲将来，我们把盼望放进去，就是你对未来迄个愿望，会决定你即摆要做啥物代志，同意吧？是吧？好，那个婕妤啊，杰伦改名字了吼，杰伦吼，杰伦明年6月要结婚呢。杰伦明年6月要结婚哦，定下来了，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确定？所以他现在要干嘛？什么找男朋友？人家有男朋友了啦。杰伦明年6月要结婚，你猜猜看他现在要干嘛？你是都没有结婚过是不是？啊，那样慧蓉姐就知道要瘦身哦。啊，还有嘞。人家杰伦已经很瘦了哈，瘦身的就可以结婚哦。你明年6月要结婚，你今晚要冲下？啊？你看这内行的要订什么？餐厅不对，先订教会，好，先跟牧师定好时间呐，哈，好，定了叫礼拜堂定好了，订餐厅啊来嘞。拍婚纱啊，来嘞！哦，去选礼饼哈，来嘞！将来要住哪里哟？好，各位兄弟，那是因为明年6月怎么样？什么想结婚？明年6月已经怎么样？定好了，有迄个愿望无？有无啦？有迄个愿望要结婚啊？所以，伊即马做的代志，拢安那，拢甲明年6月迄个有关系。我有没有讲清楚？你总不会说有一天杰伦忽然走到路上，进去拍个婚纱吧，哦，然后隔一天，去订个喜饼啊，哦，然后隔天碰到陈牧师说，4号牧师，我要订个礼拜堂哦，然后忽然走去餐厅订个餐厅，然后到6月就忽然结婚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就是因为对未来有一个愿望，伊即马所做的代志拢完全安那，朝向那个盼望做改变，是不是？各位兄弟，这个是咱基督教介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甲未来的愿望放伫优先，伊会当成做一个主动，伊会当改变现在的一切，所以将来是有优先性的。盼望将来的盼望会决定现在，不只是安尼，伊会当互你有一个权利，甲一个机会，重新去诠释过去。就是因为你对将来的盼望，你重新看过去的时候，你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解释。哦，所以原来杰伦就是说，原来3年前遇到那个男生，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明年要跟他结婚，安尼了解不？好，所以对不对？好，各位兄弟，这是咱基督教信仰一个最无共款的想法，就是讲你的现在是决定是
由未来5望来决定的，所以盼望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对什么有盼望？你对什么会有5望？你的5望是伫倒落，会决定你即摆的方向。这里就歪岔出去讲一个东西，这几十年来，咱基督教流行一个叫内在医治，听过不？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最好哈。有听过的一定要听我解释一下。伊这个内在医治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讲你即摆会有这款的现象，受伤、艰苦、人无健康，心理不健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因过，可能你细汉的时阵，你安那受伤可能是来自家庭的、学校的、邻居的 whoever， 互你受伤。你即摆若要改变你即摆的情形，你得安那？你要回去什么？回去以前你很小的时候受伤的那个时候，去把它怎么样修理起来？听懂意思吗？有没有听懂？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基督教的想法。我不是在讲这是不对的，没有，我不认为这个是错，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想法，这不是基督教的信用。基督教的想法是，你今嘛是安呢？你现在是一个受伤的人，你现在是一个你认为不健康的人，你不是跑回去过去去修理，你是怎么样？各位阿姐，你是安怎？你不是走回去过去去修理，你是安那？颠倒在对未来有坚实的5望，有没有听懂？你要对未来有坚实的盼望，才有可能改变什么？你即摆的状况。你不是走去过去，在基督中间有圣神给你带到你3岁的小时候的时候，然后看到你被爸爸打了一个耳光，那你要不要原谅爸爸？原谅了，好，那以后你就没事了。No， 这不是基督教的信用，这比较是很多心理学的心理学諮商的做法。我不是讲这不好，我嘛不是讲这是不对的，我不是这么说，我是要提醒，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咱基督教的信用有一个更较大的困难，就是咱肯定5望。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咱会当有因为迄个5望，咱的性命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就像是保罗这里讲的，伊讲安那，虽然安那，阮的内心阮的外体虽然败坏，毋过阮的内心日日换新。那是因为有盼望。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讲到盼望神学哦。那今嘛我讲的一个是盼望哲学，会有问题，因为盼望会终结。你若有一个5望，当迄个5望若实证，迄个5望就安那，就无去啊。杰伦明年6月一结婚下去，他那个盼望就怎么样？就结束了，对不对？有另外一种情况，它也会终结。不管是实现或是无法实现，你迄个5望拢会消无去。当你这个5望消无去，你就要搁安那？就要搁有迄个另外一个新的5望，你才会继续往前动。各位看这我有讲清楚无？好。你要有一个新的5望，你才有可能继续向前。不过，不过你会发现，那咱人所有的5望是属于这个世界，安尼一定会有全部终结的一天。知影我在讲啥无？
这里比较困难，要思考一下，就是讲，你若是布洛赫的盼望哲学，因为他是无神论者，所以一切唔茫干那会放伫这个世界，放在这个此世。你的唔茫若是干那属伫这个世界，你的盼望会有终结的时候。我们知道工程册不？这个就是为什么盼望神学要出来，就是莫特曼的盼望神学。伊咧强调的，就是这，咱若持守那个看得见的盼望，安尼咱一定上尾会失望，因为那个盼望会怎么样？